我哋特別開發咗 DSE 中文12篇範文溫習 App， 裡面有好方便嘅詞解對照功能，亦都收錄咗過千條問題。如果你由今日開始每日玩一玩個 App， 5分鐘10分鐘，我寫包單，你出年 DSE 份中文卷，詞解語譯10幾分一定會攞到足。大家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尋 DSE 中文，見到有皇冠就係呢隻 App 啦。未 download 嘅快啲 download 咗嘅多多推薦俾朋友同學，一齊輕鬆 KO 中文卷。13題性相題，對佢而言，點解回家嘅路總不比人生路漫長呢？試就佢孤獨落寞嘅心情分析，4分又係啦，2分加2分啦。咁首先講咗點解回家嘅路唔會比人生路漫長。首先喺個物理上面，因為回家嘅路係有盡頭噶嘛，即係我總係知道我有到嘅一日噶嘛，我會見到我嘅終點噶嘛。咁所以你可以答喂，回家嘅路都係空間上面嘅一個過程喺度等待。但係相比起人生路咧，佢第11段就開始講緊㗎啦嘛，係嘛？就係講緊佢人生路經歷咗好多嘢啊，遇過好多坎坷挫折啊。但係個重點係佢都仲未到盡頭，佢都唔知道究竟有啲乜嘢事會將要去發生。咁所以啦，分開兩個層面。首先講咗回家嘅路，從喺個物理層面係一個有盼望、有期待，係會過去嘅。而人生路就係佢真係太多事情發生咗，而呢啲事情佢可能就係承受唔到，先會變成一個咁樣今日咁嘅狀況噶嘛。咁我哋知道呢個就可以繼續落去做，後面就更加容易。14題喺第11段同第12段有幾件事反映佢嘅為人性情嘅咁樣。事件有啲乜嘢事件係死己為人啊？咁20隻字就係他曾經可以當醫生逗號，但係最尾為了供養弟妹就放棄了。咁呢個就廿隻字之內應該可以寫到嘅。事件打理水田同埋蓮霧園，仲要餵養鴨子同照料下池，就親力親為啦，勤勞啦，艱苦啦，刻苦啦，有幹勁。之後從事各種事業卻以失敗告終，佢承受得起虧損，卻承受不起要弟弟照顧嘅事實。咁呢個就係個自尊心好強啦，好愛面子啦。第15題喺散步將要回程嘅時候，佢同路人講：這是我的媳婦。佢説話嘅時候，為什麼咁腼腆呢？是綜合全文分析。點解我咁強調一直都講媳婦唔講廣東話嘅新抱？因為講新抱咧，就大家都會明。因為當年咧係有啲同學唔好識解，以為呢個係解緊老婆啊，或者講解妻子啊，咁所以就解到錯晒。咁但係啦，如果睇得明呢篇嘅時候，其實應該唔會解老婆噶嘛，因為個丈夫係有出現過噶嘛。然之後佢哋有講過呢個係丈夫嘅父親嚟噶嘛，係曾經相處過多時間噶嘛，咁樣，所以呢個就應該係唔會錯嘅。點解佢講新抱嘅時候佢腼腆咧？呢個家公嘅成個人設就係佢孤獨啊嘛，一開始係唔理個新抱噶嘛。新抱第一段講佢嚟到嘅時候，我家公坐喺度望都唔望佢啊嘛。但係到最尾咧，你結婚嘅時候佢又唔嚟喎。係咪好似同你個關係好疏離咁？但係到最尾竟然去承認呢個新抱。咁首先係對個家公嚟講，佢當然尷尬啦，因為喺佢人生裏面其實佢好少去在意去介懷他人嘅存在噶嘛，係嘛？咁呢個佢當然係佢承認咗佢得家人嘅存在，所以佢會神情尷尬啦。同時之間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本身係唔慣，佢自己心裏面要接受咗佢呢個真係佢新抱，佢承認佢屋企嘅位置。第二件事情難嘅就係佢接受還接受啫，但係佢要同人講啊嘛，佢竟然去咁勇氣去人哋有路人嘅時候，佢講出口啊嘛。呢個係第二個位就係心裏面承認呢個事實。第二樣嘢我對外承認呢個事實，又係兩個層次嚟噶嘛。2分嘅時候，我首先解釋佢點解喺心裏面佢本身同我關係係點樣，然之後解釋點解佢講出口嘅時候係咁困難，因為佢衝破咗佢心理關口，所以就係更加係同佢個人性或者同佢一直以嚟佢孤獨嘅嗰一個性情可能有啲相違背嘅。咁我哋就解釋到呢度。咁你就所以你簡單嚟講就係由頭到尾去講翻一開始佢對呢一個新抱嘅態度係點樣，一開始唔理佢，到最尾去改變咗。所以對佢而言啊，對個家公自己感受而言，其實佢都係好難得嘅。佢可能自己都未必面對到自己，所以係尷尬。咁呢個好多係寫嘅可以。
影片嘅完整版喺下面描述欄就會揾到，裡面除咗有詳盡嘅解題攻略，仲包含 past paper 嘅試題同埋答案。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隨時 WhatsApp 問我，快啲 click 入條 link，好好準備公開試。